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3月3早起新闻，我是陈杰安。今仔昨现场有超过37000人是拍破台湾棒球的纪录，线场是干那用40分钟，就顺利线差不多2万多人。不过嘛有球迷咧批评讲，有看到大巨蛋的天棚咧漏水，官方嘛出面回释咧，讲是因为人较济，冷气有开较强，才会滴水，会个请人来看卖。巨人甲兄弟的交流战，下昼5点才要开始。不过，这寡买到瑞亚区的兄弟球迷，竟然早起7点就来排队。7点抢商品啊！以前都要花钱去日本才能看啊，在台湾都可以看，而且是这样的场地，当然是很开心啊。超多人的，超多人，有冷气，那下雨都不会被，还有风不会影响。若无算4000个贵宾席，这边交流站3班6000席，全部都卖出去。第一次从那么高往下看，我觉得这感受是非常好的。对，就虽然说可能球员的脸庞啊、动作可能没有办法看得那么的细腻、那么仔细，可是就是球的动向、球员的跑位等等，其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满场总共3万7890人入场，创台湾棒球场史上上最观众人数的棒球比赛。线场也只敢用40分钟就结束。欢迎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一条水滴来，而且是滴伫咧观众席，这是4楼倒边外遐区，而且唔那是这，还有真侪所在拢有漏水的情形。就球迷讲，外口伫咧落大雨，内面落雨门啊，若是安尼时，外野的防浪墙竟然看到被球撞到了的破空，就连界外球撞到看台看板也有破空，对此阮向道歉。讲伫亚锦赛期间，因为时间广线则无好，造成浪棚漏水的情形已经修理好势。可能是因为这边入场的人数伤济，广线无法度负担，和接头的所在阁漏水。有现场就随体受影响的民众换归，了会请工作人员赶紧修理。记者综合报道。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交通违规记点的新制度是引起民怨，行政院拜4要讨论解决方案，打算甲部分的交通违规罚金条款，罚10年以下未记点嘛未检举。另外，为着维护过路人的安全，嘛要求各县市公告指定的过路人优先区。再是中国时报，为了部年初推动夜班奖励，不过算是照病院的大小来分最少，引起地区病院的不满。卫福部继续检讨，打算要减少夜班奖金的差额，譬如讲小夜班本地会差200块，会降到差100；大夜班嘛会对400块降到差200。过来是自由时报，保险企业对中国进口的咸椒粉检出致癌的苏丹红，泄漏的负责人涉嫌甲回收的苏丹红转卖给其他的业者。新北地检带人去抄办公室问过了后，裁定这个泄漏的负责人要受压警戒。继续来看天气，冷气团影响台湾昨早起玉山落雪啊。不过气象署表示，今仔开始到后礼拜2，水汽会减少，天气嘛会渐渐稳定，高温有机会爬到30度。等到后礼拜3，会阁有一波锋面，阁冷气团落来，这温度嘛会阁降。强烈大陆冷气团发威，玉山初二早时8点外落冰珠，10点外出现短暂的落雪，积雪有2公分。风口天卫沙变做敢若冰雪崩坑，关山所在敢若全部人也糖霜，四界拢是白色的。不过气象署讲，初二暗时入夜了后，水汽会减少，山区落雪机会也降低。对初3礼拜开始到初5下礼拜2，各地天气慢慢回稳，气温也清悬。但明天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半部地区，还有在中部的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雨的状态。那4号到5号，天气上就更加的稳定了。另外，气象专家也提醒，习惯的天气也未结束，未来19拢是水汽较少的这天气的情形。因为下礼拜3、初6要一波锋面，加大陆冷气团会落来，到时阵北台湾温度可能会降到14度左右。而且刷来下礼拜6一股锋面会来。台北气象站来讲的话，它的温度大概就是12度到14度左右。苗栗以北风望地区可能大概就是10度左右的低温。气象署提醒，未来一礼拜天气3阶段变化，温度起降真大，提醒民众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出外时阵爱看天气穿衫，也若西半部甲外岛较会大高雾，影响能见度。民众出外爱注意路况，抑个航班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春天的花大开，即马来看正着时，亲像台南北花班枝花大道都已经开8成。今仔日客家原底2月底就要办的花季，即马是开始咧换种，加上气候变迁的关系，可能就要等到3月底才有通豆豆咧开花。班枝花当咧大开，柑仔红的花海有够水，这是有全球上水花道之一的台南白河林草比班枝花道。镜头扣远来看，除了这座800外公尺长的花道以外，4颗链灯嘛拢有花筒欣赏，全长计强2公里。初期花季开幕，煞歹天落雨，也毋过也是请侪民众来看花兼翕相，甚至有人用班枝花摆各种图样。来遮行行啊，看花啊，木棉花足水的啊。安怎讲？今仔日有安怎？今仔有办咧建筑活动啊。哦。嘿嘿。啊来看感想安怎？袂歹啊，毋过是落雨。看花木棉花斗安怎行，逐安开讲啊，成常加减啦，但是嘛袂啦，都天咧做的，哪有法度？春天是赏花的季节，不过开花时间近来真歹按算。白河区长讲，去年3月初办的时，花开无4成。今年原本计划3月中办，不过过年迄礼拜天气热，地势加速班枝花开的时间，所以这阵才提早开幕。同款花期嘛有改变的，也佫有客家一重红。今年在地因为品种栽种，加上气候变迁，成长有较慢，所以花节延期3月下旬。今仔应该是暖冬的关系哈本来我们预计3月16想要木棉今年真的提早了，在2月下旬就一直开了。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规也拢开啊，家里水安的啦哈。新的品种当初不晓得它的成长体会比较缓慢嘛，请教我们农改场的专家但是我们花的生长都很正常。这摆白河班枝花花期估算到3月中，那客家一重红是4月初才当咧开。那民众要赏这季节限定的花，就要赶紧把握时间。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到加沙的人道危机是愈来愈严重，即马个传出讲以色列军队有向当日领救济巴勒斯坦人开枪，造成数百人的死伤，是引起国际关注。焦点联合国警告，加沙地区50万人面临饥荒，加加沙市巴勒斯坦人包围车队，小至要领粮食，却是由以色列军队开枪，造成1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的惨案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初一宣布，要对加沙来进行头一摆军事的空投，发放食品甲物资。In the coming days, we're going to join with our friends in Jordan and others in providing airdrops of additional food and supplies into Ukraine. 外界对着加沙援助受到以色列军事行动，加沙无物件食的民众的夺取，也有以色列示威者主动进入这的真侪阻碍。就连约旦甲法国已经展开空投的援助，美国几天来也加入，并且讲会长期继续安尼做。另外也想要用海上加其他运补的方式，并且讲以色列对空投的行动也真支持。一天前，以色列军队伫加沙市对着包围运输卡车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开枪，造成几百人死伤。以色列讲多数是巴勒斯坦人互相杀来杀去，人打人造成。不过上者讲，联合国团队入去当地便衣视察，也发现真侪枪伤。صحيح سواء دبابة أو جنود أو طيارة كله كان يطوف. We have seen people with gunshot wounds. We have seen amputees. And we have seen children as young as 12 that were injured yesterday. These events cannot be allowed to go on. 这事件为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增加变数。美国总统拜登搁再讲，希望以色列甲哈马斯伫3月70回教徒在解月开始进前达成停火协议。预计时阵每天大约只有97台卡车会使入去加沙来补给，比1月150台减少真多。而且真无够来应付每个月500台救援物资的需求，人道危机一直拢在恶化。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再来看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因为涉飞行机来死亡，伊的丧礼3月初1伫咧首都莫斯科来举办，有几啊千人去到现场致意。不过嘛有人权团体表示，尚无67个人叫警察掠走。
当那晚年观察被送入葬礼所在，当正到教堂，周围大批支持者大喊伊名，情绪积极动。尽管当局部署真侪警力，警告会对无得到批准的集会抗议来采取行动，有关无度阻挡几千名民众来对峙，最后告别。Навальный наш герой,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Ну что это человек, боровшийся за права и за нашу свободу. И чтобы все можно было решить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 мирным путем. 那晚年是普廷上大的批判者，崔百宏案头罪名来立角，议员坚持留伫国内抗争。2月16日，地方六方的北极家族内底死亡。独立派俄罗斯政治人物加美国、法国以及德国大使，拢参加一场的葬礼。简单仪式了后，那晚年被送往郊区的公墓去安葬。支持者对着灵车来献鲜花致意，大喊反政府、反战争的口号，一路带到墓园。那晚年的爸母真伤心，陪伴伊后生来到墓园。伊的太太尤利亚是不出席，伊伫社群媒体是看到这个感性影片表达哀思。伊讲巴黎、伦敦这欧洲大城市，拢有对到伊的纪念活动。俄罗斯官方媒体是只有小篇幅来冷处理。民权团体讲，伊讲俄罗斯16个城镇至少有67人被抓起来。那晚年建新以来，全有超过400人伫相关的纪念活动被抓起来。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转来看国内家人8堵货车弄入去派出所内底，害得警察苏玉红枉死。昨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内政部长林佑昌拢去到伊的灵堂念香。警政署长黄昭明嘛下令全国警察机关要加强相关的安全措施。家人8堵分驻所头前放一个暗毛图的防狼桥墩，让值班警员会当安心执勤受理民众报案，避免搁有车辆讹冲浪，危及警员的安全。这跟原本前面是平的有落差，不然那个车子这样撞进去真的很危险。像上次这个事情有没有这样冲击的话至少会有一点障碍物可以阻挡一下。八毒所我们现在已经协请了这个热忱支持的警友来做了一个防撞的一个纽泽西护栏的初步设计。因为8堵分驻所2月底时，和姓简的查某人驶货车冲浪，造成24岁姓苏警员不幸殉职。家人警察局表示，姓苏警员是警专40期毕业，去年10月才分发到8堵分驻所，做警察不到半年就遭到载付。那姓苏警员的妹妹也立志要做警察，目前是警专41期学生，比哥哥晚1期。警政署表示，会以家属意愿协助妹妹分发到家乡金门服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金门籍的那也期盼说有一个机会回家乡服务，那这方面我们都会来协助来处理。警政署强调，已经下令全国各警察机关强化各驻地安全防护，并且执勤同仁提高警觉，确保执勤安全。那省检相关敢是有加毒还是酒驾？欢迎已经对省检查某人遗体进行采样抽血，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桃园捷运总线，行政院打总算核定过关，要对桃园火车头牵对中和新路的回龙站按11公里7个站，要拼8年通车。行政院7月核定桃园捷运总线综合规划，路线对桃园火车站到新北市中和新路线。回龙站长11.38公里，总共兴建7座车站，经费是456.49亿，中央负担238.42亿，地方分担218.07亿，目标是要拼8年了后能通车。那整体的路线的长度一共是11.38公里，车站会一共设置7座车站。有5座是地下车站，那2座是高架车站。这条路线会整个串联桃园跟台北都会区哦。捷运总线有台北、新北、桃园捷运系统整合效益概念，是桃园到新北新庄区上底、上直接的路径。对桃园到新北回龙坐捷运只要18分钟。为了让工程顺利来推动，捷运总线部分车站也调整成做地下化方案，克服车多落趴甲捷运一个市区路真way无路通去的议题，也避免市区铁基路离徛街相关的问题。BRH01到 BRH05是为地下车站，避免市区轨道距离那个民宅过近，以及与市区狭窄道路相争。桃园到台北新庄最短最直接的一个路径，从桃园只要花18分钟就可以到达新庄。
形成台北、新北、桃园的一个那个骨干。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讲，桃园捷运总线再串联代替桃园车站、桃园绿线、新庄线、万代树林线，也甲台北甲桃园连接成做一个捷运的生活区，也来往台北甲桃园的通勤人口加一个选择。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中国船并船的事件，双方伫咧金门已经敲真侪届啊，到今犹原是无共识。按算今仔日会阁敲第15届。今仔日反映内政委员会后礼拜一嘛邀请海委会甲陆委会相关单位，针对并船的事件专案报告。不知道今天会有结果吗？金门快艇并船案件，初二早起9点，双方举行第13摆闭门会议。海巡署副署长柯正之甲陆委会海基会官员参中国政员，包括律师出席会谈。早起会议进行80分钟，下到第17摆会议，中国政员无愿意开会，后来搁进行协商，也毋过犹原无结论。经去了解，是因为拄着名词无共识，双方离开的时表情严肃，犹原啥物拢毋讲。副主任，今天律师来是在协助确认。主任有好消息吗？主任，是因为签那个是保密条款，所以不能讲吗？海巡署表示，目前也是秉持善意，继续尽上大努力，甲中国参加沟通，若会谈顺利有结论，中国代表也希望量早回国。第二反映内政委员会调委高金素梅初时摆定邀请海委会甲陆委会进行专案报告，报告名称金门弄人案引起海委会主委关佩玲不满。关佩玲伫面册表示，报告名称违背事实的名词定位，应该是处理第6节快艇事故案专案报告定位这蕴含对协商过程中陆方主张所有权的协商状态，做一个名词上的善意。因过国民党团政委先自该名称，表示国会要求回实例。所以我们要求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应该要为此事擅自更改报告名称，并且没有跟召委来沟通，来向国人道歉，并且好好的做内政委员会礼拜一的专案报告。国民党团表示，此时绝对会有动作。根据3高立法院的书面报告，海委会指出，此地依法有据，也毋过影像所证无够完备，为着避免类似案件搁发生，会专案调拨闭路器甲建立全时360度监视录影设备。记者综合报道。若是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民间会当发挥自我防卫、自救能力，安尼就是真好的民防行动。长期咧提倡民防的乌型学院，昨伫桃园就办一场亲子活动，要用趣味的方式教囡仔民防知识。斜斜包斜的，这样斜的，然后再绕一圈圈斜的，然后再绕一圈，一圈，然后呢？囡仔摕药水布包大人受伤的空喙，这是长期倡议公民自主防卫能力的民间团体乌型学院办的活动，让大人囡仔认捌防灾的知识。这摆因到桃园办亲子活动，以趣味的方式教囡仔民防概念。我们现场这些摊位的话，有那些急救的教学，而且我们现场摊位的话，也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关于避难，然后你如何要去准备东西，这些部分的话，不但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大人也觉得受益良多。以黑熊学院而言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着重于知识的教育，还有技能的训练。但是呢，在整个更广义的民防里面的话呢，它有很多是包括心防、民防，然后甚至还包括国防的部分。那因为我们上一次做的时候还没有做到这个，就是他们新的军服。对，这一次也有改版，对，他们军服有改版。这本积极行动指南是独立媒体恶草出版传达民防知识的手册，这是因第2摆出版民防手册，民众通线顶免费下载电子档，也通买到实体册。因为以早咱对战争的想法，可能是讲一旦战争，咱所有的社会啊，是讲经济拢爱停落来。但不过咱为乌克兰即卖的代志，咱看到就是讲战争甲你的生活平行，还是讲同时进行，这是一件有可能的代志。乌克兰罗西亚要咧小镇小重点讲，亲像乌克兰民间就有梦想，利用家己的个人气来帮助国家军队无资源。小重点望透过手册，互民众知影，若战争发生的时，无一定每个人拢爱上战场。若所有人拢通利用家己的专长，对国家付出，就是真重要的民防概念。记者郭文谢桂林桃园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咱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10度至20度。中部地区10度至23度，南部地区12度至27度，东部地区12度至23度，外岛地区7度到19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